Hi 高太，最近有個客人想我同佢個天台做防水，物業已經有啲歷史，又漏緊水，天台放咗好多花盆種花，又會喺天台晾下衫。佢話漏水漏到怕，想用啲穩陣嘅防水方案，希望可以用10年以上。我想問下上次你介紹嗰隻外露防水膜啱唔啱用呢？防水系統要睇場地用途而決定。如果天台花園經常有人行，又會放寵物，最好係做中層防水系統，表層防水系統就冇咁好咯。中層防水系統究竟係乜嘢嚟？要用邊啲防水材料？佢同表層防水系統，例如外露防水膜，又有乜嘢唔同呢？外露防水膜就好似天台着咗件雨衣，中層防水系統就係天台着咗件防水防彈衣，可以頂住結構壓力、環境侵襲。為咗保障起見啊，現時香港可靠嘅防水工程公司會建議做雙重防水物料系統，會同時用油性 PU、聚氨酯防水黑膠，再加高彈性防水英泥兩種防水物料做防水層，之後鋪瓷磚或者環保木板保護防水層，咁先至穩陣。要掘起啲舊磚，再做2層防水，加埋鋪磚瓷磚或者花園木地板，咁樣工序同施工時間多好多，工程費會貴咗，值唔值得咁做呢？如果預算足夠，中層防水系統比起齋做外露防水膜會多3個優點。第一，因為有瓷磚或者木板嘅外在保護，唔使俾陽光暴曬或者酸雨侵蝕，冇咁快老化，又避免外物或者行人直接對防水層造成機械損傷。壽命比起表層嘅防水系統長，如果施工正確，一般可以去到10年或以上。咁第二啦，就依個系統如有用雙重防水層，即係有雙重防水保障。第三，成個系統嘅抗壓力比較大，喺天台面放置重嘅物件，如燒烤爐、大型花盆都冇問題。咁我計下數先，市面上有乜牌子嘅中層防水物料呢？價錢又貴唔貴呢？你可以入高健網店防水材料分類中黑膠同埋彈性防水英泥入邊睇下，有好多選擇，仲有價錢同埋用量、使用方法說明添。喺呢度呢，我就先介紹下3隻比較大路嘅防水黑膠先。第一，富斯諾富黏黑膠 Nitto Proof 600PF， 唔少工程都有指定呢隻牌子同埋型號。第二，西卡柔性黑膠 Sikalastic 680，Sika 係國際大品牌，品質有保證。仲有亞洲第一品牌雨虹 YH Coke 910 PU 防水黑膠，佢包裝係用電油桶設計，比起一般揭蓋包裝冇咁容易因為放置時間長而硬化，性價比高。收到，你都介紹一下彈性防水英泥嘅型號啦。用喺天台嘅彈性防水英泥，我推介下面3隻啦。東方雨虹 YH Coat 931 Flex 油韌防水英泥，低氣味又環保。跟住有富斯諾彈性防水英泥 Brush Bond FLX3，啲師傅對呢個型號好熟，佢哋叫佢3條柴，好多人用。馬貝嘅防水英泥，呢個除咗天台防水，都有好多人會用嚟做泳池防水，油韌性好掂。中層防水系統聽起嚟好似有啲複雜，可唔可以講下做中層防水系統要注意邊啲地方，免得撞板要翻手再做？除咗選擇正確嘅材料之外，施工程序都好緊要，使唔使翻手再做好睇你施工細節。下一個視頻呢，我會詳細講下用喺天台嘅典型雙層防水層、中層防水系統施工程序。咁大家關注我呢個頻道啦，下次出片就會通知你哋啦。第一謹記 PU 油性防水黑膠要喺乾燥表面施工，如果唔係咬合力會有問題，仲會唔乾添。PU 黑膠可操作時間比較短，要快手快腳做。如果喺桶裏邊乾咗就嘥料啦。做完防水層，記緊要試水，確保防水層完整塗抹成個表面，冇問題先做下一個工序。仲有咧，工序嘅安排咧要合理，唔好做完防水再走去鑽窿，又加水管又加電線管，破壞防水層啦，到時喊都無謂。多謝高太講咗咁多有用嘅資料俾我聽，好有用。揾高見，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。